后日真侪人想要安排环岛的游览，导致日本旅行团呢推出的宽大行程，是讲5天4夜去20个风景区，其中个再去参观花莲塔楼个暗时住伫高雄，也是讲一天安排3个都市，为高雄到嘉义，搁到台中。问日本人甲台湾人，未少游客拢感觉安尼伤赶，未当好好欣赏风景。伊也毋过旅行社业者表示讲，日本人假期较少，加上日本钱是愈来愈薄，因难得出国一摆，所以讲才安排遮侪风景区，而且无买物件甲推销行程。从18头啊，连到大都去打，后来甲民众规个圈讨，到日本旅行团想要来台湾耍，不过是台湾的行程公开，和大家讨论甲来不破。第10天排那个也有7片9片排在第10天，这样子我觉得太累了，对。没有塞车的时间，都是变成说逛的地方就变成20分钟、30分钟，就要赶快走。今日甲看，第一天到宜兰，暗时啊困伫花莲；第二天下晡啊到泰鲁阁，暗时啊就走到高雄；第三天南部往中部行，直接上3城市，由高雄、嘉义、台中；第4天台中到台北，佮走去到云南野柳；第5天参观中历史、中山市、中正纪念堂、总统府、故宫，落尾才可以坐飞龙区，算20个景点，西台湾的时间约要5天4夜。像是龙山寺就是不少观光客必来的景点，不过如果像是日本旅行团推出的行程，恐怕没多久就得要转场。我觉得太赶了家里有个故宫嘛，然后还有阿里山啊，我觉得他就可以玩个1、2天了吧。那你会变成很多时间都是在车程上面。台湾人拢感觉安尼算收过头赶，不过旅行社业者有无同款的看法？阿本啊，较无爱买物件，而且拢是大景点的团体旅游，重要景点拢算到是未来旅游的趋势。像日本客人，他们假期通常会比较短，那也希望说把台湾一些知名景点及公园纳入。比如说国外客之外，他们想要去的，假期是不好挤的，可能是礼拜6早上来，礼拜天晚上就要走，或者是礼拜1早上一大早就飞回去。疫情后，旅游业者要如何设计行程，让日本人生活够开过欢喜？业者想要让生意变好，就要斟酌思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